为了推广安平观光，嘛，好友精灵伫5月20这个特别的日子度过幸福暗暝。为伫安平的金刚品牌银链结合福尔摩沙游艇酒店，将打造一场盛大超过100人专属定制的秋季创作加浪漫宴会，互大家拢有独一无二的纪念。昭和主办单位甲赞助厂商嘛拢组织议会来宣传，同时这民代嘛共同出席赞声，场面相当热烈。100人手作唯一纪念赞。我们有8个款式的戒指，让消费者去做挑选。那每一个戒指，因为它每一个的敲焊锯作都是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手艺跟工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做起来它是一定会有一个差别。另外一方面的话，如果它要单纯，如果要自己去刻字做指纹，也是独一无二，因为指纹只有你有，其他人是没有的，这也是一种特色。加上说你现在只有买没有做，那这也是一个人生的缺憾。另外一方面，假设你的男朋友带你来做过这个戒指，而且是在百人幸福手做，你的一生记忆是忘不掉的。一方面，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配合银链一起来推展这个活动，那让来推动一些安平的观光。那因为我们也是市政府的 BOT 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安平的观光尽一份心力。金刚文化创业品牌过去就一直想要透过活动宣传，和手工的产业发扬光大。只是卡伫疫情，你今年伫在地酒店的合作，终于达成愿望。所以除了邀请有兴趣留下美好纪念的民众报名，嘛提供10位65岁以上的长辈有公益的体验，预计盛况空前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